奉耶穌基督嘅名，所有榮譽同榮耀都俾咗你，我嘅主耶穌，同埋我哋父親嘅家庭其餘成員。上帝，接受我把聲嘅質素去提倡冥想你嘅神聖生命呼吸同你嘅神聖方向感。主同我哋父親嘅家庭，我可以用你嘅治癒強化生命力。呢首詩篇會集中喺耶穌身上，隔膜呼吸。如果你已經進步咗，喺你吸入去照亮你個別腦蟲嘅時候，或者你嘅腦葉嘅腦波係順序咁照亮，你會自動體驗到嗰啲照明。而家我只會專注於加強耶穌式橫膈膜呼吸嘅練習，去領受主所帶嚟嘅療癒同強化生命力嘅力量。對於可能對聖事呼吸新手嘅人嚟講，當我講出耶穌嘅時候，請吸氣；當我說出橫膈膜這個詞時，請將上腹部向外擴張。這與使橫膈膜向下移動是同一個動作。留意呢個降低膈膜嘅物理技巧，就係你膈膜嘅呢個微妙動作，增加你血液中嘅氧氣。然後稍作停頓，輕輕屏住呼吸，並保持放鬆和舒適。當我說出基督這個詞時，請享受你的呼氣過程。我覺得聖事呼吸係一個同聖靈，即係耶穌嘅生命力嘅念珠。以耶穌基督嘅名，我哋睇下我哋嘅鼻尖，進入我哋嘅心，同埋開始我哋內部嘅可視化。我哋嘅主耶穌，請同我哋一齊呼吸。二嘅名義，耶穌，隔膜，稍微停頓。基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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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耶穌基督嘅名，主啊，呼吸，同我哋一齊，透過我哋將你嘅療癒強化生命力傳遞出去。二嘅名義，耶穌，隔膜，稍微停頓。基督，耶穌，隔膜，稍微停頓。
基督、耶穌、隔膜、稍微停頓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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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督，我哋嘅主，深層次嘅呼喚到深層，透過我哋將你嘅療癒、強化呼吸送畀你。二嘅名義，耶穌、隔膜、稍微停頓。基督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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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穌、隔膜、稍微停頓。基督，所有榮譽同榮耀都畀咗你，我嘅主耶穌，同埋我哋父家族嘅其他成員。二嘅名義，耶穌、隔膜、稍微停頓。基督、耶穌、隔膜、稍微停頓。
基督。耶穌。隔幕。稍微停頓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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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督。上帝，我哋知道自己係永恆嘅，我哋知道我哋嘅不死係基於我哋嘅神聖感。我嘅主耶穌，你係神聖嘅源頭。我哋父親嘅家庭，喺我哋嘅主耶穌嘅犧牲，星期日見。James。